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5年10月13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61篇，列王记下卷第5章15节到19节，使徒行传26章24节到29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真平安。许久以前有一首天韵诗班的圣诞诗歌，平安夜里真平安，在非常轻快柔美的旋律当中唱出了平安夜的福音。平安夜里真平安，上帝他差遣耶稣基督成为世上的救主，赐下了平安给世人，就如同诗歌的歌词所描述的，平安夜里真平安，小小耶稣来世上。主所赏赐的平安是赐给所有相信并且接受的人的，即使是外邦的乃縵将军，当他愿意相信并且接受的时候，属天的真平安就赐下给他了。列王记下卷第5章15节到19节的记载，记载了乃縵的改变跟他的决志。他带着所有的随从回到以利沙那里，说：现在我知道，全世界除了以色列有上帝，没有别的，请你收下我的礼物吧。以利沙说：我指着我侍奉的永生上主发誓，我什么都不接受。乃縵坚持要他收下，他还是不肯。于是乃縵说：如果你不接受我的礼物，那么请让我装2头驴子所能驮的泥土回家去，因为从现在开始，除了上主以外，我不向任何的神明献烧化祭和牲祭。当我随侍着我的主人到叙利亚神的临门庙去膜拜的时候，希望上主能够饶恕我，我相信上主一定会饶恕我的。以利沙说：你平安的走吧。乃縵就走了。以利沙听了乃縵将军的告白之后，就告诉他：你平安的走吧。因为他既然领受了救恩，就必有主的平安永远的同在。保罗自从领受了主的救恩呼召之后，就表明了自己的呼召就是成为了外邦的使徒这样的职分，因此他也非常的积极的传福音给人，甚至积极的想要传福音给罗马所派驻的巡抚以及犹太地的分封的王。使徒行传第2章24节到29节记载了这一段。保罗这样为自己申辩，菲斯都大声地对他说：保罗，你疯了，你的大学问使你精神失常了吗？保罗说：菲斯都大人，我并没有发疯，我所说的都是真实无伪的。王也知道这些事，所以我对王大胆直言，相信每一件事王都注意到了，因为这些事是人人都知道的。亚基帕王，你相信先知吗？我知道你是相信的。亚基帕就对保罗说：你想用几句话就说服我做基督徒吗？保罗回答：无论话多话少，我向上帝所求的是你和所有今天在这里听我说话的人都会像我一样，只是别像我带着这些锁链。保罗这样的积极传福音，是因为他心里有真正的平安，他根本不害怕强权，他只害怕亏欠了上帝。因此他所领受从上帝而来的真平安，他就巴不得要将这样的一个平安福音与还没有机会领受的人来分享的。
诗篇61篇。上帝啊，求你听我的呼求，求你垂听我的祷告。我在远离家门的地方，心里忧闷，向你呼求。求你领我到安全的避难所，因为你是我的保护者，是我抗拒敌人的堡垒。求你容我终身住在你的帐篷里，让我在你的翅膀下得到庇护。上帝啊，你听见了我许的愿，你把敬畏你的人应得的产业都赐给我。求你增加君王的寿数，求你使他万寿无疆。上帝啊，愿他在你面前永远掌权，愿你以你的信实和不变的爱来保护他。这样，我要永远来歌颂你，我要天天向你还我许的愿。感谢主赐下救恩，并且赏赐属天的真平安，帮助我们度过所遇见的困难。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